姐姐，你叫咩名？我名叫 Nurul Wahida。你今年幾多歲？我今年36歲。你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。有冇仔女？有一個仔一個女。佢哋幾多歲啊？我個女17歲，我個仔1歲。嚟咗香港幾多年？今年6年啦。6年。你喺香港照顧啲咩人㗎？照顧小朋友同照顧婆婆。點樣照顧老人家啊你？照顧老人家，我幫佢食藥，煮飯啦，俾佢，我幫佢買餸。有冇同佢覆診嗰啲啊？有。去覆診，你識自己搭車㗎係咪啊？我識。識搭車，識煮咩餸？燜豬肉、蒸豬肉、炒飯、煮飯、炒菜、落菜、整腰。煲湯識唔識啊？煲湯。食嘅煲咩湯？煲雞湯，煲豬肉湯。豬肉湯。好啦，拜拜。